講到這交通安全來看，民間團體呢是來發表一份2026縣市首長候選人交通改善承諾的白皮書，因是來提出5大訴求，要求這個候選人都要公開來簽字，承諾會改善交通的安全，包括着人行道的建設，也有改善偏鄉的公共運輸等等。2016年9合1選舉，在11月28就要投票。國民黨嘛已經開始殺人選拼選舉，拜是有關心交通安全的民團，在立法院門口發表2026縣市首長候選人交通改善承諾白皮書。講根據交通部的統計，台灣當年有300,000個人因為交通事故死亡，平均每天有8個人犧牲。民團甲縣市選舉候選人提出5大交通改革訴求，希望因會當承諾改善交通安全。2030年以前要讓12米以上的道路必須要有人行道，然後第二個是我們現在的通學區只是掛一個牌子，我們希望通學區能夠有實質的實體保護、實質的保護，然後第三個是我們希望說我們的道路工程設計能夠邁向現代。最後2個分別是說要照顧到我們偏鄉的孩子，必須要解決他們移動貧窮的問題，要讓每個小孩子都擁有他們應該要獲得的受教權。最後一個是大眾運輸的完善，必須搭配人本街道。另外，根據統計，去年國內0到14歲兒童交通的死傷人數比前一年增加1344人，甚至台灣交通死亡率比日本、英國更較懸。民團嘛呼籲校區周邊的車速要降低，建立實體移動人行道，讓囡仔有安全的道路空間。台灣的交通事故的死亡數呢，是其他國家的好多倍。那我們做了一個對照，我們做了一個是出生率的一個狀況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這些國家出生率是台灣的倍數的。好，所以我們真正的是來到了所謂的生不如死的狀態。民團講道路安全若無解決，台灣交警法問題會愈來愈嚴重。呼籲9合1選舉的候選人就要公開簽字，承諾改善交通安全，而且要提出具體時程甲做法，正正改善用路環境。記者郭正王志剛台北報道。